今日我會帶大家去睇下英國5大最恐怖嘅迴旋處或者交通路口，咁就事不宜遲，即刻去片。第一站我將會帶大家由 Nottingham 去到 Swindon 嘅其中一個迴旋處，而呢一個呢，就係位於 Swindon 嘅 The Magic Roundabout。其實呢一個位於英國 Swindon 嘅 Magic Roundabout 其實係喺1972年嘅時候建成嘅，佢係由5個迷你嘅迴旋處組成，排成一個圈嘅。而呢一個迴旋處嘅名字其實係由熱門嘅兒童電視劇《魔法迴旋處》而嚟嘅。喺2009年，呢一個迴旋處係喺英國Top 5最恐怖嘅迴旋處當中㗎，而呢一個真係唔係普通嘅迴旋處，佢可以喺同一個迴旋處細嘅迴旋處裏面行唔同嘅方向。而如果你想喺左邊去右邊，其實可以用唔同嘅路線都可以去到嘅。如果你覺得呢一個迴旋處其實咧係會令到意外嘅風險增加，其實咁咧就唔啱啦。咁因為呢一個迴旋處其實係一個好規律性嘅迴旋處，喐得好慢，所以其實會減低意外嘅風險嘅。而由上年12月8號嘅數據可以見到，喺當時嚟講，過去25年呢一個迴旋處只有大概114宗意外，當中有14宗係一個嘅嚴重意外，其他都係一啲輕微嘅意外嚟嘅啫。好啦，咁今日嘅 Top 5系列咧就嚟到咁多先啦，咁都希望大家中意呢一段 Top 5系列嘅片段啦，記得可以 like、subscribe、share、comment 同埋介紹俾個 friend 聽，記得撳埋個鐘仔就係出俾你通知。咁我嚟緊咧都會出 Top 4關於第2啲嘅英國交通路口。好啦，拜拜。